代替今早起有一台对花莲和平出发的区间车时间到，所拢无出发，才知影讲这司机员倒伫个驾驶舱内面送病院了后，又原救无回来。身体有3个月大的查甫婴因为老母长期食大骨钙饲母奶，和婴中毒死亡。目前生因为老母被判刑6个月。罗法署北分署长谢基勇因为防止控霸凌公务人员，防技能代过，被上天界上当会当免职。另外，一关需要传出有主管霸凌员工等来调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0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到这则新闻，敢是这过热或者是伤过严重的这个情形呢？来看到这个台铁呢，有一个区间快车，本地今早起10点47分的时阵，是要对这花莲和平车道来发车，时间到啊，虽然无出发，站务人员去到这驾驶室一看，发现讲这54岁适龄的司机员倒伫咧驾驶舱内面，送病院了后，又原是救无回来。因为这死亡原因，佫需要调查。救护员较紧，甲患者送去的救护车，送医过程因路拢在做 CPR， 虽然紧急送去花莲北控5病院急救，但是路尾嘛是不幸过往。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患者已倒卧在第一月台火车驾驶舱内，现场也有人员实施 CPR。患者是一个姓林代替的司机员，20早起执行生务工作的时阵，本来伫10点47分的时阵，伊驾驶的401车次区间快车，就应该对花莲的和平车头出发，但是过时间拢无离站，站务人员感觉奇怪，过去驾驶舱看，发现姓林的司机员已经无喘气、无心跳。代替讲，姓林的司机员伫20早起驾驶4006次区间快车到和平站，迄当阵拢无出现奇怪的所在。如果超时会被劳检啊，所以我们这个乘务工作的工作班我们控管很严，不会有超时的问题。乘务班表示用轮的啦哈，原则上他们的平均工时哈不会超过6小时40分。代替讲，原编组列车到了后，还有差不多2点钟的浪棚，司机员有真侪时间会当休困，嘛好认超时做工课。另外，适龄的司机员是既然机务单，嘛会厘清伊出勤含工作状况、确认原因，而且帮助家属处理后壁的代志。代替企业工会是表示讲，代替转型公司化了后，虽然工作时数拢有伫规定的范围内面，但人力无法度完全接起来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比较年轻化的司机的那个问题。所以说小孩子都不大，然后可能在暑假当中里面的请假需求会比较高。我们在整个工时上面是还好，只是说符合给他们来要求他们休假的请假的方式里面，这个问题点还在。吴中地讲，这个司机员的死因还要厘清，但是代替才拄转型公司化，体制面含人力的断层要安怎解决？对代替来讲，阁有真济需要拍拼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有公务人员防霸凌行底路，互人指控霸凌的分署长谢基勇，劳动部是甲伊调职佮降职，外界质疑讲这处罚伤过轻啊。今仔日劳动部长何培山表示，有甲谢基勇技能代过，而且以上顶界上当是会当到免职的。那这劳动力发展署的署长蔡明良是记一代过，调离开主管职务。何培山也讲，伊会甲这行政院来省市，行政院长对应台下晡也开记者会，向这劳动部的同仁也有家属来回实的，要求劳动部爱赶紧来调查。向不幸过世的劳动部同仁的家属以及国人，表达最深的歉意，对不起大家。前深一个强对不幸过身的劳动部同仁甲家属来谢失礼。对着争议真侪天的劳动力发展署公务员死亡案件，行政院长杜英台亲身说明，对着被指控牵涉工作上欺负人的北分署长谢依勇，劳动部已经决议对原本调离降职、解除技能大过、上顶界，相当处罚应免职，未来袂使再做公务员。我们必须给家属跟国人同胞真相。所以全案移送检调单位详细调查、追究责任。杜英台要求各部会机关彻底清查机关内部袂使阁有欺负的行为，若是有公布相关案件，嘛会伫1礼拜内完成调查。这个事件引起调查立委批评劳动部一开始是对谢依勇的处罚伤轻，执意是毋是后台伤严、官官相护，所以唔加办。
还是你不敢办他？当然敢办他，你敢办他？当然，我这个礼拜内我就会进行惩处，之后我会移送检调跟监察院，好吗？这案子我们不会放过的。谢依荣休假到这个月2日，到时阵会回来上班。侯佩珊讲，20下晡会赶紧开考职会，对于做出停职的处分，引来律法司长蔡明良也记一大句。侯佩珊是一度后天感谢原本当初要退休的蔡明良，愿意留来处理政策，也家己也愿意负起政治的责任。我很抱歉，我拖累了他。部长，很抱歉。部长，我想，眼泪好，我也不是认的。是眼泪不能解决问题，但是我今天我用一个。侯佩珊强调，顶次也伫进行，绝对袂不负责任。行政院长杜英台是讲，会先让侯佩珊赶紧完成责任的追究，也来责任归属会搁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有网友指出讲，这卫福部疾管署的警备组要工课场所霸凌的情形，疾管署的发言人罗一军也表示，无接到相关的申诉，不过因为按照这场霸凌规定，成立专案小组，主动查访，一礼拜内完成调查。在当天获悉这样的一个贴文之后，也立刻就是讨论，然后检视了在这个人事室相关的一些最近的这个检举或者是陈情，或者是说有投诉的状况，并没有相关的事件哦，所以网络的爆料是否属实，我们目前并不知道，那也没有明确的这个检举的受害人。不过就是还是会比照这个我们的职场霸凌处理流程呢，成立专案小组。有网友伫这个网络顶头表示讲，疾管署警备组的组长无耐心，逐工拢会定进度，出代志了后，搁爱找这个当人做替死鬼，对当人歹叫谢公文骂员工。最近这个单位调离开职务的有3成到4成。罗一军表示讲，疾管署知影这个答问了后，虽然无直接相关的申诉或者是检举，不过拢按照这工课场霸凌的规定，成立专案小组主动查访，要聘请内部和外部专家，一礼拜内要完成调查。讲到这工课场所的霸凌，唔那是同事之间尔，常常还佫有主管骂口水无合理要求加班。正互这民众碰到这个情形，这拢是算是霸凌哦。劳工团体也表示讲，这款的情形，互因接到真侪民众的咨询，建议民众爱维护家己的权益，主动向这主管机关来申诉。另外，也有律师表示讲，建议调整目前有关工课上霸凌的规范甲处理机制，那阵会当更较详细、更较严格，对这劳工朋友伫咧申诉调查的时阵比较靠保障。立法署的公务人员测试行底路的事件，互工课场上的霸凌议题引起大众的关注。劳工团体也表示，确实真接到劳工来问霸凌的问题。主管用较无适当的这种管理方式，可能会比较用骂的啦，讲欺负啊，叫伊要去做较困难的工课安尼吼。所以讲，其实这个样态是足真侪啦，较侪其实拢还是在这种主管的管理顶头吼，可能有较严厉的这款语言嘛好啦吼，无就是讲较不合理的工作分配。劳工团体也强调，拄到霸凌状况，不管是同事也是主管，拢建议民众爱收集相关的证据，亲像录音、工课上的文字记录等等。未来若是要申诉，甚至寻求法律的协助，这些资料拢会使保护家己。另外，也有律师指出，工课上的霸凌，若是要追究法律责任，其实真歹去界定是毋是有侵犯到劳工的权益。目前因为这个地方很难界定。那就算界定出来的话，你要寻求法律的帮忙，无非是刑事跟民事嘛。但是霸凌这个东西，就是跟法律就是一条线哦，你很难去界定到，就是说他是不是真的有在法律上面有侵犯到你的权利，比如说有造成你的心理伤害，有造成你的身体伤害，或者有造成你的名誉伤害，这样很难的，就是举证超过这一条线啊。律师强调，若是劳工感觉家己受到霸凌，建议也是爱先向专职单位、主管机关申诉，先理性沟通。另外，律师也表示，目前劳工是受到劳基法、职业安全卫生法的保障，雇主若是无符合规定，得罚钱准线。监督机制的强度犹原需要加强，建议未来通比较性骚扰的处理机制有相关的规范。记者张家佳、谢桂林采访报道。来看新竹有一个3个月大的查甫婴仔，因为伊的老母长期拢伫咧食毒，佮家饲无灵。今年3月中的时阵，害这个
今年3月时阵，害一个婴仔中毒过身。法医伫个婴仔的身躯内面验到高度正悬的安非他命。这新竹地方法院依照过失致死罪，判这姓杨的老母关6个月，专案还佫会当上诉。那这新竹市社会处表示讲，厝内面还佫有3个幼囝，照规定由市政府去安置。新竹市一个3个月大的查甫婴，因为面受反背骹手冰冷，往送去急诊，不过抢救无到1点钟就宣告不治。事后法医伫个查甫婴体内验出高浓度的甲基安维他命。姓杨的老母承认讲，饲母内时拢有咧食毒。查甫婴啉真侪有毒的母乳，再生共死。本件被告涉犯刑法第276条过失致死罪。本院审酌被告为了吸毒解瘾，轻忽被害人的健全发育，过失责任程度重大。同时考量被告坦诚犯行、上知悔悟等情状，判处被告有期徒刑6月，得1颗罚金。本案仍可上诉。查甫婴的老母照过失致死罪判6个月有期徒刑，会当改罚金，嘛会当上诉。新竹市社会处表示讲，因厝内还有3个幼囡仔，照规定会由市府来安置，嘛会强制这个老母上亲子教育课程。检警介入调查了后发现，查甫婴的肺甲头脏的甲基安维他命。已经达到对婴儿婴儿上低致死量的4倍半，佫检出体内甲基安维他命代谢做安维他命。你说已经既然要喂母奶的话，那个平常如果有饮酒习惯的话，都真的是尽量避免。那毒品当然是绝对不行啦，不只是妈妈不适合，宝宝更不适合。而且妈妈在吸食的过程，整个空间的那个里面残留的，我们说2手毒品的话，那个伤害也一直存在啊。医生嘛进一步表示讲，母乳有几种免疫物质，甲必要营养素，会当提供婴仔天然的营养，无适合饲母乳的状况，包括老母本身得着免疫不全 HIV， 老母有肿瘤当咧做化疗，也是婴仔有先天凝糖代谢问题等等。记者综合报道。嘉义的基地今仔日中昼发生规模4.6个浅层地震，也因为这嘉义中部10月底1天就8解地震，台南麻豆16到19呢也发生2解有感觉的地震，和4解小区域的地震。民众也伫咧烦恼讲，敢是这大地震要来啊？学者是分析资料了后，是认为讲这3站拢是无牵连性的。人客哪开讲哪等餐厅出菜，但是忽然间发生地震，互餐厅的人客拢总错一个。嘉义20中到12.23发生深度11.7公里，就是规模4.6个浅层地震。震央是伫嘉义县的义德乡，拢总有12个县市有感觉。我们一直以为是外面的出了车祸，大车相撞，因为整个房子都震得很恐怖。那客人也受到惊吓，那还好只有震了一下，那没有什么损失。台南麻豆16到19连续4天当中发生6摆地震，其中2摆是规模4以上有感地震，内面4件是小区域。20中到嘉义的义德阁发生地震，互人想到讲，嘉义的中部顶个月27，一天连续发生8摆地震，学校社区透天拢密密麻麻。两个地震敢有关联？学者讲，无排除是控诉控3花莲大地震了后，受应力调整影响造成的。发生的位置，然后跟他们震源机制来看的话，这几个地震之间是没有一个明显的关联性的。那有可能是因为还是受到了04、03地震之后呢应力调整的状态，所以在这些地方呢，达到它的一些可以发震的一个门槛之后呢，它就会陆续产生一些地震的活动。学者分析，10月中部的地震是走向粗刷短暂，11月麻豆和义德的地震是属于冲短暂放能量，因三个是并无明显的关联性。但因为西部的地震震源较浅，震度相对明显，学者提醒民众爱甲脚的倒去，也是落来加固固定，减少地震发生了后的灾损。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这台北艋舺地区的艋舺大拜拜，也就是艋舺青山王文化节，对拜三暗时开始有3天的暗访，规个艋舺地区是闹热滚滚，人吵。这句起马路，就是要甲青山王禀报，准备要出巡啊！会伫艋舺行透透。逐当的旧历10月23，青山王做生日的时，庙方拢会举办青山王祭典。有光桥的信众讲，因为青山王的灵城保庇对18岁开始一定光桥11档啊。毛信众讲，因为青山王可以带到一个水母。11档啊！我自18岁开始行。迄时阵有甲青山王下愿，祈求讲有一段好的姻缘，然后求好了。
无偌久，2、3个月了就熟悉阮某。艋舺青山宫建庙到今一定168档的历史啊，伊就是艋舺当地重要的民间信仰。庙方表示，当初建庙是因为1854年艋舺地区流行瘟疫，泉州会换人赶紧甲家乡的神青山王请来艋舺，后来青山王就成为专门化解瘟疫的神。169档以来，总共经历4遍的大型瘟疫，拢在艋舺。青山王当时1854年平乱了这个瘟疫之后，伊讲伊不爱回去啊啦。青山宫表示，特当的青山王暗访仪式，拢会伫暗时游行，是为着要让青山王伫暗时替信众来掠妖魔鬼怪，保庇艋舺地区的兴旺。为期3天的活动，伫拜三开始落日。今年庙方嘛特别开放100年的传统，找20台真人计程车来游行。庙方初步估计，大致拢有2万至3万人来参与。青山王祭典是台北3大庙会之一，嘛是台北市无形的文化资产。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看这新闻，讲到美国总统当选人川19去到德州参观着马斯克的圣诞大型火箭升空仪式，展现2个人的虎交情。川也继续公布未来的内阁名单，伊是提名小英5乐公司的前 CEO 做教育部长。另外撇出上歹代的司法部长人选盖茨，川是不拍算要换人。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所属的星蓝巨型火箭系统，伫19下晡伫德州南部基地做第2届的试飞。超重型的推进器 Heavyweight 飞上天了后，顺利和第20星蓝太空船分离，甲太空船送上太空。不过，超重型推进器并无像顶届试射时飞转来陆地，降落伫发射塔的巨型机械手。这个是降入去墨西哥湾，那星蓝太空船射地球了后，嘛顺利降入去印度洋。美国总统当选人川亲身去基地参观试射，和大力支持伊竞选的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合作关系是更加坚固。川的人事布局，有关是媒体咧关心，伊假意司法部长自由派众议员盖茨，互逼讲有开查某和未成年人发生关系才见笑台，不过伊无考虑换人。众议纪律委员会调查盖茨的见笑台和欧贝用药案的控诉，已经摕到2个当事女性的大量相片，甲大笔钱的付款记录。盖茨顶礼拜快速是众议院准备要立告，调查之后来结束。议长反对公布纪律报告，不过2党拢议员呼吁爱公开。If his nomination is going forward,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access to the right documentation. I think it would be helpful.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it. It apparently was just about done. I think it would be helpful. 川新公布的内阁人选，包括鹰派商务部长罗定尼克，伊会掌管美国关税和贸易政策。有料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会更加严格。因为外科医生出身的电视出名人奥兹担任联邦医疗服务中心负责人，因世界小型5乐公司政治院长，也是川的金主甲顶任期的小型企业管理处处长麦克马洪担任培养后一代大人物的教育部。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乌克兰和罗西亚的战争已经超过1000天啊！这乌克兰头一届使用美国提供的长程战术飞弹攻击这罗西亚的本土，也引起普京的愤怒。伊伫咧讲一天正式签署命令，降低罗西亚使用核武的标准。罗西亚也指控西方国家害因的战争有搁较悬的级数。不过，这美国、英国也拢批评讲，这拢是无负责任的言论。长程飞弹伫暗时射出去，乌克兰19伫俄罗斯侵入第1000天，头一摆甲美国所提供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ATACMS， 改用伫战场顶面。俄罗斯讲，俄军甲射向布扬斯克军事设施6粒飞弹内底5粒拍落来，有1粒飞弹的脆片拍到设施，引发火灾，不过已经拍熄啦。乌克兰方面讲，这摆攻击侵入俄罗斯境内大约110公里远，拍到一个军火库，引起第2摆爆炸。美国讲法是俄罗斯甲乌克兰发射8粒飞弹内底2粒解炸落来，攻击目标是一个庆油补给的据点。І не один, і тепер у нас є ATACMS. І ми все це будемо використовувати. 不过美国和乌克兰使用长程飞弹攻击俄罗斯本土，却是达到普丁的红线。普丁伫同一天下令降低使用核武的标准。ATACMS сегодня ночью по Бря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использовался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Это, конечно, сигнал о том, что
ну, они хотят эскалацию. И без американцев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эти ракеты высокотехнологичные, Путин об этом мног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 невозможно. 俄羅斯指控西方核戰術急速來侵權，嚴格華府表示講對俄羅斯反應無感覺意外，講俄方嘅講法是無負責任句嘅講法。也來甲美國共款提供烏克蘭登頂飛彈，英國也共聲來譴責。There's irresponsible rhetoric coming from Russia, and that is not going to deter our support for Ukraine. 但你注意的是，对是毋是放上乌克兰使用登顶飞弹，后面内部有无同的声音。德国当局19讲会交付4000只人工智慧导引无人机予乌克兰。英国德国总理肖兹伫G20峰会的场合，有关坚持未提供金牛座登顶飞弹予乌克兰，因为认为互北约卷入去这场战争是毋对的。因为即阵俄罗斯发动核战风险侵权，当时乌克兰1/5领土是在莫斯科手中。这场战争安怎结束？乌克兰人民甲国际社会相关真关心。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指控犯着国安法，今日继续来审。香港的媒体是报道指出，讲黎智英出庭的时阵，又表示，当初创办这《苹果日报》是为着传达自由资讯。也若讲这香港47人案，有45个人被判刑。伫台湾的香港人早起也举行记者会感声援。也若这美国、英国、澳洲和欧边的外交官也拢发出声明间谴责。香港壹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被指控讲犯国安法内面串谋倒空外国，也是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案件，20继续审讯。根据港媒报道，黎智英出庭替家己辩护的时阵讲，较早创办《苹果日报》是为了要传播自由资讯。法新社报道，对至少22国和欧洲议会内的议员和外交事务专家，是透过联署公开批，表达因对黎智英被关感觉真烦恼。另外，香港45个泛民主派人士19被判重刑，美国、英国、澳洲和欧盟外交各界官员，大家拢发声来谴责。We refuse to speak out against China'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because of economic reasons. We lose all moral authority to speak out against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y place in the world. That's not who we are as a country. 香港重判民主派初选47人案，45个人被判刑，是香港第一件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伫台湾的香港人早起是开记者会声援，香港辩声青年表示讲，对判决是感觉真愤慨，嘛表示讲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已经完全无伫力啊。这个判决其实不意外，因为我们都知道，香港的政府就想要透过这种的手法，然后让我们害怕，然后继续不去发生。这件在香港的国安法实施了后上大规模的案件，47个因为参加立法会初选，被指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11月19判刑，刑期上重有10年。一国两制50年不变，舞照跳，马照跑，全都是假的。我以前也相信过一国两制的，我以为不反抗就没事。台湾必须要从香港民主灭亡的经验学习，我们要好好捍卫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不过，在认为讲47人案的判刑是对民主自由世界的判刑。47人案的宣判一出来，各界拢发声来表示关切。总统府讲，台湾会持续来声援香港，呼吁国际民主阵营关注香港的情势。外交部嘛表达关注关切，严正谴责中国政府利用司法手段和无公正的定数，严重侵犯香港人民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基本权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年这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16是伫咧秘鲁结束啊。台湾的代表团今下晡伫总统府召开记者会，领袖代表林信基表示，伊代表政府宣布讲，台湾会捐100万美金予 APEC， 发挥伫咧全球发展进程的重要影响力。林信基表示讲，这届参加 APEC 的通过，这个过程是真顺利圆满，会当提升到台湾伫咧 APEC 的能见度。林信基也讲，伊伫咧领袖会议当中，代表政府宣布台湾会捐100万美金予 APEC 来支持 APEC 研究量能，而且来资助这 APEC 伫咧人类安全、数位创新、妇女经济、赋权等领域的倡议，期待伫咧推动全球发展进程当中，发挥着咱台湾的影响力。
美国的印太司令帕帕罗表示，讲这中共伫咧520赖清德总统的就职典礼，还有台湾双十典礼时阵呢，对台湾发动这军演，是伊所看过的规模上界大演习。不过，美国方面有做好准备，针对着这中共侵犯台湾，对这全面侵入到执行封锁，拢有应对计划。美军也有信心会当拍破海上封锁，和解放军逼下来到台海来侵犯的时阵，会变甲困难重重。南华情势真紧张，国防部20发布讲，侦测到中国军机14架次，加上中国军舰6架次出现伫台海，各军严密监控应处，对中国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是表达关注关切，伊讲不管中国全面入侵台湾，还是实施封锁，美军拢做好准备，有因应计划，结合盟友的优势，中国军队要下海犯台是真吃力。In response to the Taiwan inauguration on May 20th, and then once again on 10/10, Taiwan National Day, as it's so called. This was the largest rehearsal as we've seen. 对中国的目标是伫2027有犯台的能力。帕帕罗认为讲，中国军队犯台嘛是决定伫台湾宣布独立，外部势力干预台湾的事务，也是中国判断无其他方式会当实现统一。不过帕帕罗嘛讲，俄乌战争和中东的冲突，和军火的库存是用甲真济。那印太发生代志，恐惊会影响到美军回应的力量。另外，美国国会下下的美中经济和安全检讨委员会年度报告建议修订武器出口管制法，简化对台湾出口管制的定数。提升台湾的军事地位，比较日本、澳洲、以色列在北约 Plus 成员国。我们看乌克兰，它也不是北约国家，但是这个美国也同时援助它很多这个武器系统，所以乌克兰它大概也是属于这种北约 Plus。等于说，如果将来进入战争状态，那台湾如果在后勤或在弹药有任何缺乏的话，那有可能是采取这个乌克兰模式的。学者分析，若顺利修法，和台湾接近北约成员国的等级，对争取采购 F-35战机这武器机会更较悬。另外，咱驻美军事代表团嘛和美国在台协会完成106亿的军购案的签约，包括航载零附件、舰艇零附件，会用来提升 E2K 有警机这军机和各种军舰的妥善率。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日排审选罢法相关的修正草案，其中上界要义的就是这罢免的标准。民进党立委早起就去占领这主席台，国民党立委是话讲要开会，双方来发生冲突。下晡党团协商的时阵呢，这蓝绿白三党也是无共识。立法院长韩国瑜就采取等拜五交予议会表决。立法院内政委员会20排审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修正草案，闹得党团拢发出较激动原令。民进党透早4点半就来攻占主席台，但国民党入来双方相会。在排审的6个修正草案内面，国民党立委柯武真提案涉及罢免条件，组长就职还未满1年的，未当做罢免的提议和联署，嘛争得罢免同意票，必须超过被罢免人的当选得票数。选举的时候的投票到罢免的投票，这中间大概至少要经过1年半以上，人跟事都会有很多的变化。那在双方伫会议无人要让，若要调位齐欣盈宣布休困，但到下晡做调查协商的时阵，同款无共识。民进党的立场。不管是联署加严加密，这个都是剥夺人民行使罢免权利。它不是一个加严加密的版本，它是一个落实查核的版本。在内政委员会今天要排案的是另外一个条文，有关于投票门槛。有国民党的委员拿着自己自备的党团的麦克风，这个是一定要在制止的。不让主席坐上主席台，请问一下，到底哪一个比较严重？经过1点钟的协商了后，立法院长韩国瑜才是讲，既然无共识，就照议事规则处理，就是拜五会交付议会表决处理。民众党团虽然讲表示反对提关条件，但对罢免联署认为爱护身份证压本避免改则。法律应该有一致性。联署门槛应该要加严。我们认为现在各自的状况跟治安的状况，反而会降低有些人呢在提出他自己罢免联署上面的一个意愿。
内政部长刘世峰强调讲，罢免人数含条件加严，目前是无法度达成共识，只会加大政党竞争，都会对社会安定和加强经济发展无好处。记者综合报道。警方抓到一个国际运送毒品的案件，发现讲这部后主嫌是山丘选手，伊长期住伫美国洛杉矶，即届查回来毒品市价超过台票1亿。伫咧抓到伊进前呢，受甲这毒品压力来进行上无有2年遐长啊。因为你是台湾的通缉犯，然后所以我们现在依法逮捕你。接手这个代职嫌犯，甲人上铐，督捕特勤队一路押前来戒备，改上地检署。今天会把我们高尔夫整个挥杆里面最重要的诀窍、最重要的秘籍告诉大家。互抓到押送的人就是伊，毋但开频道兼做自媒体，更加是一个高球选手，伫业界有一摆名声，确实刊入跨国运动，对美国防遣返，20回来台湾。钟贤这本人啊，是具有竹联帮名人会的一个身份背景，违反了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台湾甲美国2个所在总共抓到8人，即摆也是头一摆。咱国警方会使亲身到美国参加美方的攻击行动。刑事局调查，30外岁姓张的查甫人藏伫洛杉矶，合法买大麻，用碰意来暗号，空运走私来台湾。验过专案伫破案进程，已经靠这类手法未到有2年的时间咯。美方同意用快速遣返，运用移民法的方式，将这个中信祖先遣返出境，然后交给我国的执法机关来做拘捕。桌顶全部拢是扣来大麻，有51公斤，若是全部卖出去，会使赚200倍，不怀利益超过1亿。伫台美合作之下，成功甲伊抓落来，更加主嫌抓倒来。验过学者分析，换到其他国家，抓人的行动就无一定能成功。如果不是很友好的国家，或者是没有刑事司法互助的国家，那要把人抓回来，那实在是难如登天啊！说实在的。就惊嫌犯所谓国家甲台湾关系无好，要甲人抓倒来台湾，恐惊困难度真悬。安怎来提升国际关系，强化跨国合作，也真做即阵爱重视的课题。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个独居过中风的妇人人申请居家照顾服务员去处理倒煮食，要求讲这爱用碱水洗菜，用盐水洗水果。这居家照顾服务员竟然把这碱水泡伫咧杯仔内面，妇人人啉落到地，害伊胃溃疡。即马这照顾机构也出面回实咧，讲会负担医疗费用。监视画面内底，机护员将白色鸡粉倒入杯仔了，加自来水放伫台仔顶悬，但方照顾的独居妇人煞当作迄是盐水，直接啉落去。脏器食道烧坏了，做那个胃镜检查，那个镜子塞不进去了，硬塞进去了。都肿起来了。肿起来了。70几岁的妇人是伫中风了，透过1966安排机护员，对4月2日开始到厝煮饭。事发伫6月2日，妇人因为啉到碱水，身体无爽快，3天后通知长照机构，7月初甚至断院1礼拜。虽然事后8月时阵，机构甲保险公司捌来讨论赔偿的问题，但双方无共识。盐水去洗水果，碱水去洗蔬菜，之前个案都会先泡好。那一天是刚好没有了，泡好之后是忘记跟这个长辈告知。那装的钢杯的部分，因为长辈以为这个是盐水，才会导致他误喝。机构20回室咧表示，机护员已经记过并停止派案，因为10月才收到个案提供的收据，赔偿搁伫处理当中。但因为袂少家庭拢会用碱水来洗菜叶啊残留的农药，医师嘛提醒啉到碱水的风险。用碱水的话，它 pH 就比较高，就担心说，那如果误喝的话，它会造成肠胃道的不适、肠胃道的一些溃疡，然后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肚子痛，这些都可能会产生。民众因为健康状况来申请居家服务，想要告煞发生照顾的疏失。高市卫生局表示，会继续关心个案的就医情形，甲机构后续的处理状况。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今透早，这台北有一台轿车经过台北车头，可能是为着要闪一台公车，却去撞到另外一台停伫咧公车牌的公车，害这旅客要落车的时阵，所拢跋倒。目前警方有甲这轿车驾驶抽获，看敢是食酒或者是食毒。公车停伫咧车牌，人客伫咧落车。这个时阵有一台黑色的车，速度正紧，向向弄过来，佮弄到公车的车尾。过差一点就弄去菱形道。听到外面砰很大一声，听到那个救护车的声音，我才跑出去看，那看到就是救护人员过去。公车的钣金互伊弄下去，
这个乌车一领外也拢翘起来，弄击的力量真大，民众拢惊一个。救护车到现场，将这个乌车的驾驶送病去，伊的面弄着伤，骹手刺伤，好加载个3个人。向右变换车道至肇事地点时，前车头撞击于公车停靠站内上下乘客之迎大客，后车尾和肇事。车祸发生的所在伫咧车站嘴台北车站外口，警方初步调查，34岁姓张的驾驶，20透早5点外，驶做行政院头前的地下道，敢若是为着要闪一台公车，电动机弄到另外一台公车，也若是毋是有酒驾加毒驾，也怪抽费检查。在下乘客大约10秒左右吧。那就有一台宾士撞到我们的车尾巴，车上乘客大概有7位，那就乘客是有被吓到，就后门下车，刚好被撞的时候有一位就被撞到跌倒。机运业者讲，代志发生迄当阵，车顶差不多有7位乘客，也接到通知讲有人落车时阵绊倒。经过初步检查了后，目前车的电力系统无问题。初步估计，车的损害维修至少要50万，将会要求对方赔。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新丰乡有一间土地公庙的土地公伯啊，今仔日带宝，这信徒要传大饼甲圆仔汤，现场是热烈滚滚。迎亲车队沿路擂鼓放炮，现场热烈滚滚。拜拜桌顶有大饼甲圆仔汤，这拢是专工为土地公传的带宝礼。庙方搁特别替土地公煲甲菜，实在真趣味。我一生当中啊，头一摆看到土地公带宝的，这趣味啊！啊，这是啊，食老这来。土地公大半拢有某，啊，阮这土地公伯也无带某，啊，大家是讲找一个机会去带一个某的啊。一跋杯讲连跋50杯啦，吼，土地公伯有够欢喜的。阮拢吼，照咱一般的嫁查某囝共款吼，啊，阮算这土地公无伫咱这个地窑宫这边遮吼，所以阮是算女方，啊，所以因有准备大饼，啊，阮就共阮准备圆仔。庙方人员摸土地公参土地公煲，两位新民面顶充满笑容，准备就车登去土地公庙。有100年历史的新丰乡埔头村土地公庙是在地人的信仰中心，庙方特别跋杯请示。有人建议讲吼，无来甲土地公带一土地婆，啊嘛大家认为讲安尼可以，啊就甲跋杯，我们就开始呢做筹备啦。大家找个良辰吉日啊，给土地公结缘土地婆。不要以为说你只有人才会提莫，连神也会有提莫的时候。他不一定会满意，是这时候我们的使者会来问他，他同不同意，满不满意？庙方除了依照鼓励帮土地公办喜事以外，中岛阁传好料办道，邀请大家做伙来斗热闹，信众也来到现场拜拜，希望地方有土地公保的保庇，一切平安顺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有家长带囡仔去到高雄凤山运动园区出流浪，却发现讲这游戏区有3支螺丝钉啊捅出来，实在是真危险。这家长呢，就随摕这护栏带甲这个螺丝钉啊切掉，拨好平。负责维修的维护的这运动发展局就表示，会随时做这全面性的安全检查，也袂去追究民众的责任。这边看过来，这螺丝是直接凸出来的，3支。超离谱的！这如果小孩子的高度冲过来，不小心一撞，这小朋友就没了。囡仔耍的游乐设施下骹有3支螺丝钉啊套套，这个家长是登去厝的摕护链带，甲螺丝尖尖的所在弄锯掉，切落来螺丝有2.2公分长。家长烦恼这螺丝出现的关度，准若是身高超过1米的囡仔经过，可能就会造成严重的伤害。批评运动园区设备拢无维护，实在太过含糊。你看这小朋友的高度刚好就这么高，刚好到他的脸啊，就刚好到他的脸啊。说通报太慢了，那你要等通报的话，还要等多久？这当中发生一些意外还是危险，怎么办？我想说啊，我有工具，刚好我自己把它锯掉。本地是用来固定泡棉条的螺丝，即阵煞颠倒会造成伤害。实际去到凤山运动园区边仔的游戏区，现场游乐设施要是有无收尾的螺丝，互带囡仔来耍的家长真烦恼。负责管理的文化局表示，会随检查园区内底的设施，避免意外发生。运发局并不会向民众求偿，
为尔后遇到类似案件，建议民众可以先简单警示后向维管单位反映，以避免争议。运动发展局嘛讲，目前园区委托厂商做管理甲维护，一摆器材的安全有欠点的所在，会量早修补好势，互家长甲囡仔会当安心。记者柯昭荣高雄报道。花莲有民众伫网络顶头抛一段影片，是这幼稚园户外教学，老师真粗鲁对囡仔 QQ 勒勒。那这间幼稚园也出面回实咧啊，也讲会甲这个老师送教育处调查。这件幼稚园老师敢若情绪失去控制，粗鲁对待囡仔的代志，是发生伫咧19早起。学校安排22岁大班的囡仔到附近的庙参观，因估伫排队时阵，可能囡仔动作较慢，老师情绪失去控制，搁就变大力揪囡仔。很震惊啊，因为我女儿就在这个班上。对，影片中她有拉扯到我女儿，老师后来都有一一打电话来道歉了。民众将规个过程翕起了，放在网络顶，就真侪家长来幼稚园关心，乡长也真生气，要求调查记过。学校开会，甲老师记过，让教育处审查。感到非常的痛心，也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子事情发生在我们的乡托幼儿园的方面？那也，所以我也立刻跟乡长来反映哈，那公所也做了立即的处置。园长讲，这个老师已经教7年啊，普通时也真认真，代志发生了，伊真后悔，也家己辞职。家长也拢愿意原谅，给伊机会。当事人呢，也是一一的跟每一位的家长。通联，然后呢，抱歉，然后也希望给他一个机会，也希望给我们幼儿园一个机会，再一次的呢，深深的一鞠躬。花莲县政府这边教育处也会进行这个审查小组的调查，那确认是不是这个案子有关就是涉及不当管教的一个违法事件处理。好佳在规件代志无囡仔受伤，幼稚园强调会对囡仔进行追踪辅导，并且加强老师的情绪控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鲜花的草莓，今年这秋天风太济，雨水高，加上即马这草莓丛出现黏土菌，也就是人讲的大细鱼，影响到生长。农民也讲，今年尚无影响三成，连带影响到卖草莓的业者。园内底已经会当看到红公公的草莓。本正这个时间点，草莓通一直生，不过今年的时间煞去延长着，主要因为雨水多、温度搁悬，致使草莓丛伫咧照顾着较硬倒。农民讲，伫咧湿热的环境之下，会影响菌夹起来。即阵侪农民的草莓拢有着菌的状况，因无用伫咧甲较歹的材啊挽掉，再搁种新的落去，上少影响3成。好正常，咱就是爱边安尼。正常的丛，咱这丛生啊足健康。你也带着迄款镰刀针，咱讲的大小啊，伊就变安尼，伊就大白开，会影响到伊的成长。因为阮一直补材啊，补材这就是拢人工成本会增加啦。你搁种歹的搁乌条，来就搁用好的去哩，然后伊的时间搁较慢，产量拢拖落去。今年秋天有风台来扰乱，加上烧热的寒天，影响草莓的产量。连带卖这业者嘛同款，像即碗串冰草莓铺甲满，阁有铺定寒天限定的冰品就做好势啊。用过11月份，民众就食会到。不过即阵因为产量无法度逐工来供应，业者只会当甲卖时间搁延后。以往差不多是国历的11月初吼，阮就开始会当卖草莓冰安尼。今年是因为足侪原因吼，所以延误到差不多是12月初。所以迄个产量足少，运输啊、工资拢无啥会好。采收的量有一顿无第二顿安尼，所以阮就延后去。这回草莓的时间延后，即阵侪人拢伫咧保证新丛，因按算着爱等到12月中旬过，才会豆啊恢复。农民怨叹草莓实在是一档比一档要搁较歹种。记者李新武台南报道。有台湾歌剧教父称呼的詹道雄，伫即个月30日登去彰化，也就是伊的故乡，举办一公益音乐会，会安排宗教歌剧、歌剧啊个舞蹈，互民众唔免开钱，就当看到国际级的表演。舞蹈家蔡培玲带来弗雷明戈精彩舞步，就连台湾歌剧教父詹道雄嘛第日叮当。
詹德雄受彰化市公所邀请，这个月30要回来故乡彰化举办公益音乐会。国家音乐厅的表演一场门票起码都要2、3千块以上啊，他愿意回来返乡返乡做公演而且是公益的演出这起来非常感动。詹德雄这边的公益音乐会安排11首歌曲参3支的舞蹈表演，其中上特别的是詹德雄甲歌剧塞维亚理发师加入台语歌词，以中华景色甲古迹做主题，编写出彰化上歌。彰化是好所在，伊是白龙溪甲水牛的故乡。伊北边有一个大渡溪，南边有一个都是个阮鹿港龙山寺的大舞台。我弄得下水，我叫大家做一唱啊。很荣幸可以跟曾道雄老师一起参与他的音乐会。我相信在整个现场音乐跟我们舞者的搭配之下，会非常让大家有非常戏剧张力，然后也有画面感这样子。彰化市公所表示，詹德雄教授全世界表演透透，这边真难得邀请伊回来故乡。音乐会提供1000张免费的门票，予民众来睇，希望大家拢会当欣赏到国际级的音乐表演。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咱台湾在地金枝演社剧团成立到今超过30年，充满在地文化的台语歌舞剧是因的特色。公司纪录观点用18年的时间，对金枝演社4季去走藏，记录着金枝演社无情无爱的故事。以古希腊的诗人荷马的长篇史诗《伊利亚特》发想的剧本，就算是希腊神话，金枝演社剧团也通用台语版。而且希腊悲剧第一电影，布莱德比特伊就用英文啊，是安用英文讲，是安袂用台语讲。金枝演社剧团1993年成立到达超过30年，剧团的养分来自民间欧佩拉戏等等台湾文化。因创作的《普龙宫开花》《西来庵》《这初意》，拢是真出名的台语歌舞剧。公司纪录观点甲金枝演社台顶大咖的故事翕做纪录片。台湾戏剧本来就是一个最小众的，尤其是台语更较小众。台语戏剧的演出，伊甲这块土地，伊一定是有一定的关联。纪录片导演吴英杰用18年的时间，对金枝演社的演出4季去记录金枝演社安怎甲民众切分的议题重新编写，真做感动观众的台语戏剧。像讲，咱有做一出叫做《西来庵》这个就是咧做台南抗日的这个事件。这物件伫咱的教育的内底咱的册内底写干小段尔。1点尔，到底迄个材料要去倒找？对阮来讲，阮就是爱去找。金枝演社剧团30几年来，也毋是一路顺时，是经历过财务危机、疫情停演等等。这支纪录片除了台顶的精彩演出，也翕大咖的难关，甲团员之间拉手一家伙仔的感情。纪录片土生花开金枝演社，拜四暗时10点会伫电视播出，也通伫公司甲网络平台收看。记者顾问王兴忠台北报道。2024年世界棒球12强赛，台湾顺利进入到前4强超级循环赛。明仔载头一场要对决着委内瑞拉，接落来就是美国甲日本。今仔日是官方的练球日，台湾队方安排伫咧下晡练习熟悉场地。台湾队王牌倒手皮球林育民，这个热身练球拼球速。另外，伫台澳大战台打跑出3分炮的吉利基佬公馆，嘛全精神伫打击练习区，希望明仔对战委内瑞拉，嘛相款会当结出好人。内野接投卡球，外野是接杀 fly ball。台湾队全队伫有限的热身时间，要临北东京巨蛋，就是要甲客场变主场。明仔头一阵的对手委内瑞拉是由几名大联盟的选手所来组成的。另外，对明仔先发投手是虾米人，大家拢真关心。
明天的先发阵容，我们会依照状况很不错的选手，我们先去做迎战。每一个人的一个心态都是非常的一个兴奋的，他们在比赛中能够赶快去投入，展现自己的一个优势。委内瑞拉的队员嘛有几名台湾职棒的投手，其中包括富拿哥、罗哥，因拢参加富邦悍将，下晡嘛来练球。强调讲，台湾的马打手因拢真熟悉，对输啊赢因嘛无把握。They're in Taiwan, so I know them too. So will be a really good game tomorrow. So if you make a mistake, you probably lost the game. But I mean, it's one game to survive, and all my teammates will be do the best in the field. 这届台湾队4胜1败进入4强，按理开始对战委内瑞拉、美国、日本。按那原本出这参赛资格时阵，世界排名较输美国，所以顺款赛每一场拢是成功。不过为着甲台湾英雄加油，真侪球迷战胜队拢自费去日本战胜。中华队加油！到现场去见证他们的胜利，没错。多一份声音，就会多一份力量。在东京巨蛋喊爆巨蛋，主要华航很帮忙，他们把机型加大，那等于有一个等于专机的概念，那让我们的教练、球员、随行的相关的工作同仁都可以搭同一班飞机，一起回到台湾来。4强赛第3天的复赛结束了，会由对战的成绩决定2次冠军季军战交手的组合。那唯一不败的日本会以地主的身份挑战2连霸，不过地球是圆的，台湾队会继续挑战历史，全力来拼冠军。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9度到22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9度到27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9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6度到23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1点咱再相会。